画面上上课呢，会更多的资料，而且会更加详细。对你们来说，你就可以可以不断的重复的看。那可以看书，因为这本书可以直接用来教学的书哈，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例句啊，可以让我们不断的这个重复的看，然后呢，你就会熟悉原来我们的语法的这个结构啊是这样的一个语法的那个情况，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个透过今天我来这样子引导你去看书的话呢，你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自己看书哈，因为新观念安培语法这一本书是我花了这个10几20年的时间才写了这一本书。那我是站在不是用西方的语言学的理论呢去角度去诠释我们的语法，而是站在我们族人自己的语言的主体性的角度去看。所以你们看例子的时候，它就很生活化啊，就直接看就直接活用，而不是语言学家他们所做的就理论，可能跟生活呢有一些不会密合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点点的这个上课前的说明啊。好，我们今天开始进入我们今天语法的一个课程。我认为这个非常的很重要，而且呢，不是老师们也不是很熟悉的这一块，因为我们在看语法书的时候呢，可能前面都讲动词是怎么样啦，后面呢这个主词是如何啦，但是很少去注意到说我们的功能词那个今天讲语助词啊，它有很多很重要的，它是在我们句法里面是一个中枢神经哈。这个语法用那个语助词，如果用错了，我们会错意啊。那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语助词啊。我先把那个PPT 我展示那个什么这个拖到我们的画面上来，稍微听啊，等一下。然后好，请这样看到了吗？有没有看到画面哈？有看到画面？看到了，有看到哈。好，我就用这个这个画面呢来引大家，然后这个画面讲完了之后呢，我会透过我那个新观念安培语法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哈。我这个 PPT 就用这个画面呢给大家做说明啊。语助词就是功能词啊，或是叫做虚词。虚词就是虚的，就没有意思的啊。语助词、功能词或是虚词，跟实词的关系，实词就是有意义的字啊。那有意义的字是2个音节以上的字到4个音节啊。那都是个词根是2个音节到4个音节，超过4个音节的字通常都是延伸词啊，延伸出来的是词根把它延伸出来啊。然后呢，你先看，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句子啊。第一题呢 ，Mi'alop Jimama I Apilis Nolotok No Sawalian。爸爸呢，在西边的山上的山坡上呢，在哪里去打猎啊？你们看一下，黑色的字是有意义的字啊，有意思的字。那些功能词，我们叫语助词呢，叫是这个字 no 啊，我们叫做语助词跟功能词啊。我们再看下一句啊，Uilang ni zalaw ko sa alihayay ko wawa to fafahian。女孩子生最多的是长老的朋友啊，
乌、你、咕、咕、都，这些都叫做功能词，其他的字都是有意思的字啊。好，第3个句，带你阿米利在，那个啊没有意思了哈，带你，但是呢，你不能没有这个字啊。我们这是正确的句法啊。如果口语的话呢，有时候会把它省略掉，带你米利在就这样子。正确的，如果写文章的话，我们动词跟动词中间都要有一个啊，特别注意到，等一下我会说明啊。带你阿米利在扎马让伊达米亚南都沙发沙发克，马让他们呢每天早上会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红色的就是语助词。再看下一句啊，好。Utala fangza lai a isang a ising a ising a singsi nama goji namo。好，这里面呢 ，namo 是我最好的朋友，又是医生，又是老师啊，亦师亦友啊。好，这里面有 u a no ji 都在连接这个句子里面呢，它这些功能呢都是在连接实词跟实词之间的字，你们是不是有没有发现过呢？任何我们的句法里面呢，都是有意义的字，跟其他有意义的字中间都一定会有一个功能词啊。这个就是阿美族的特色，你这样看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阿美族语言是这样的结构的啊。你看米罗多再下来哈，米罗多嘎过多。Fafahian akaka nomako a mirathom isawats。我跟着我的姐姐到这个溪水那边去挑水。你看这里面，米多多嘎过是人称代名词前面是不会有那个人称代名词前面不会有，所以你会觉得，哎，老师为什么这边没有啊？后面读Fafahian akaka nomako a mirathom isawats啊。好。来，各位老师，我现在就让你们学的都是我念啊，你们开一下麦克风看看呢。下面的3个句子你们念一下来。来，马林阿多北请。马林阿多多kita batiran to taruan。好，我们开始呢。马林阿多多kita ami batiran to taruan。我们开始怎么样？盖我们的瞭望台，对不对？好。下一句再念一遍，请。Kataini ho a misalama sa si mama numaku。好，我的爸爸说，来这里玩一下吧，啊，来这里玩。你看这里面有蛮多功能词，但是很多的老师不知道功能词是要跟实词分开的。比如说 numaku， 他会把它连起来哈。很多老师就不知道 numaku 是一个字吗？No 是一个语助词啊，马故是一个实词啊。好，最后一句来念念看，请。Cilimau kisu anu cila。好，还，答案都是还，其他的可能是好。Cilimau kisu anu cila好，Cilimau kisu anu cila还等等哈。好，这个 PPT 呢将要结束。现在跟大家讲功能，这个语助词呢，我们叫功能词啊。功能词里面有啊，有一，有乌、鸡、扎、你、那、努、咕、都等等啊。这个是要放在语词前面的字，所以我们叫位格标记啊。它是放在前面，是我们叫做前置词啊。你看呢？我看你看这个第2行啊，有一lang你咋了？古啥的海呀，古娃娃都发现，它都必须要是放在名词前面的这些字呢，我们叫做前置词啊。这些字都是可当前置词。什么叫后置词呢？它也是那个语法的一个助词啊，沙、后、多、汉、好、嗨、沙、多、烧这些字呢，都是放在后面的。比如说，吉里猫算呢，觉得好这个字呢，是放在后面的，你不可以放在名词前面是吧？
好吉里猫不会，吉里猫好啊，这个好安诺吉拉不会啊，它都是放在语言的后面。嘎达尼和安诺米萨拉玛啥，这是一句子呢，放在后面句子的后面啊。那这个我们叫做放在语词后面的叫后置词啊，放在前面的叫做前置词啊。好，我今天呢就用这个 PPT 来引大家知道是说，原来我们的语助词有那么多种的语助词里面，我可能上不完今天，我可能会讲的这个一乌，然后鸡扎，然后呢多后置词可能没有办法讲到啊。好，我现在就把 PPT 这个先把它换掉啊，这个 PPT 关起来了。然后我现在呢，再让大家看一看下面的这个，这是我的书里面的内容啊，我让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大概是用念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说这个书要怎么样去看它啊，所以我引大家怎么去看。我看一下要怎么在这里哈，请稍微等一下。好，有看到画面了吗？有看到哈，我再放大一点点。好，这样有没有大一点？有哈。我这本书跟你们手边那个新观念阿美语语法的书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后来在第一版的时候呢，我不太满意啊，有一些词汇呢用字遣字呢都不是那么精准，还有一些小错误啊。那同时呢，我看了之后那个编排呢，还是有一些前后呢。我认为有一些不是很妥善的，所以我稍微再做一些这个修正改变啊，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啊。那么我现在用这个就是我的这个校稿校正版啊，校订版。那如果你手边有书呢，也可以对照的看啊，其实都是很这个雷同的。那么我现在呢，就是你如果看这本书怎么看呢？就是语助词，如果听不太懂哈，我这边用引导，然后呢，每一个地方只念一个句子，让你们看一下。好，以后看文章看书的时候，我今天带大家来看一次，说语助词又称为虚词或是功能词，是阿美语句法中的关键词之一。它掌管句法中词跟词之间的互动关系。万一用错了语助词，整个句子的意义就会改变，有时候会造成误会，甚至于呢无法理解句子的意涵。例如 Kumaan kukulong do semut， semut 就是草，牛吃草。如果语助词用反了，写成 Kumaan do kulong ku semut， 意义就变成草吃牛了。所以只有功能词两个功能词用错了，当然意思就完全改变了。因此必须要弄清楚它的属性跟它的功能啊。语助词又可以有啊、伊、乌、扎、基、古、都、努、尼、那等10个，分别说明如下啊。我一个字只讲一个啊。好，我们现在先讲啊的问题啊。啊的用法，第一个叫做连续助词，就连用词啊，我们叫做连用词。连续助词啊是放在形容词跟名词之间作为关系的连用词。我举个例子，马拉鲁盖啊娃娃，认真的孩子。形容词有爱就是形容词，后面有名词的时候通常都有啊这个字，这个叫做形容词跟名词之间有一个连用词，我们叫连续助词。所有都一样，你看第一个，打罗马埃阿拉方，回家的客人，
后面中间都要啊，这个才是我们的标准的阿美语的语法啊。好，第一个 A， 我今天讲啊的用法了哈，啊这个字，先讲第一个啊，等一下讲一讲乌啊啊这样子。啊的用法呢就已经很多了啊，第一个是连续助词，再看第二个啊的第二个用法，形容词跟形容词中间可以有啊，然后形容词后面有名词的时候还是用啊，所以呢，你看第一句哈，并列使用形容词修饰后面的名词的时候，可以将形容词中间的啊可以省略。举个例子，你看啊，有放在来啊，嘎波啊，一张信息起那么啊，这个因为只有一个，所以当然后面 A 就不省略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两个形容词的话，请看第二题，有的啦，放在来，哈嘞是那一带，你看这里啊可以省略，并列的形容词中间可以省略，但是形容词后面的形式的时候还是要出现，所以呢，有的啦，放在来，哈嘞是那一带啊，信息啊，一张啊，国际伊拉等等，所以呢，第二个用法呢，就是两个形容词中间的啊可以省略啊，这是第二个啊。我这样讲快速的讲可以听懂吗？我只要让你知道说后面你还有书可以看嘛，我这样引导你看书，你就会很清楚我们的这个啊的用法呢。哎，你看一下，少君。好，我们再看第三个用法，啊有同位语助词啊，同位语助词是什么意思啊？它不是形容词啊，是名词跟名词中间哈。等一下。好，名词跟名词的中间，它是同样的意思，同位语的意思说，娃娃阿哥，吉马让，娃娃阿哥就是吉马让哈，吉马让就娃娃哥，我信息阿哥。好补充，这个说啊，济南嘛等等啊，我两个前面好的是说你先看下面的例子好了，名词加 A 加名词的 R 呢，是位于名词跟名词之间构成同位语，称为同位语助词。如果你看啊，我辅助啊娃娃，你马上吉拉，它是马上的。那个私生子啊，我辅助你马上记了就可以了。但是呢，是我辅助啊，太太呢，孩子呢，还是什么事？我们还后面可以是我辅助妈妈，还是我辅助姨娜娃娃嘎嘎都不知道哈。但是后面这样，其实辅助这个字它已经是私生子的意思啊。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最容易看懂了。有信息一张嘎波过几过拉斯，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信息，比如说有信息过几过拉斯也通，有一张过几过拉斯也通，有嘎波过几过拉斯还是通，但是呢，果然有三个身份，又是老师，又是朋友，又是伙伴，怎么办呢？所以呢，名词跟名词中间。不要这样，我正在上课哈，对不起，我上课中哈。好，这个呢是另外的就是第三个用法是用同位语的用法啊，就是两个名词中间的时候，它是一个同位语啊，就是第三个用法。再过来呢？联动助词，什么是联动呢？我们再看，联动助词是属于谓语跟动词，或是动词跟动词之间的关系词。好，举个例子啊，什么是谓语啊？放假了。好，我说放假了，那过来你本来就可以，可是呢，
听起来很好听，怎么办呢？方丈啊，等于人古拉六尼巴呢，就是方丈是个谓语，后面有动词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加啊在这里，是谓语跟动词中间有时候啊要有。可是口语化呢，我们又会常常把它省略，因为快速嘛。方丈等于人古拉六尼巴呢是口语化的，但是真正的我们的书面化的还是要用方丈来啊，方丈啊等于人古拉六尼巴呢这样子啊。好，动词谓语，这是谓语跟动词啊，因为谓语不一定是动词。我们再看第二个动词跟动词啊，动词跟动词中间还是啊。来看 Romakat kaku a talapitsulasan Romakat 是动词 talapitsulasan 是动词，所以呢 Romakat kaku a talapitsulasan 就可以加啊，也可以把两个动词放在一起啊。好，对不起啊，我先回一下那个。好，第二个你看看，两个动词放在一起，戴尼阿米利在古拉娃娃，那个还是过来打招呼，所以呢，戴尼米利在是口语化的啊，所以呢，两个动词放在一起，或者是呢，只要是前面有过动词，后面有个动词的时候，后面通常都在后面动词的前面要加一个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叫做啊的用法啊，你看啊的用那么多哈，然后再看第三个啊，再下来。如果名词后面是动词怎么办呢？好，请看一下。好，后置词当后置修饰的形容词，你就是啊这个字用来修饰前面的名词，请看一下啊。乌拉罗西山啊马夫劳逃难包，乌拉罗西山干嘛？要逃难的那个携带的东西哈。乌拉罗西兰阿马弗劳就是逃难包，乌达当阿拉阿马弗迪是睡觉用的枕头啊，乌达当阿拉就好，这个干嘛用呢？要睡觉用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后置修饰，就是啊加动词可以当后置修饰，所以睡觉用的枕头啊，我好玩了嘛，大概是工作的刀等等啊，就是又是有啊后面有动词，又可以当这样的用法啊。好，你后面有书可以看，所以我就快速的念了。再看第四个，啊的用法呢，还可以当未来。啊当前缀附加在动词的前面的时候呢，它的表示是未来的动作或是预备要执行的动作。请看下面啊，啊戴尼干木安诺基拉，这个啊什么是？戴尼是戴尼干木说你们来了。阿戴尼干嘛阿诺吉拉就是你们明天会来吗？这个是北阿美常用的句法。阿戴尼他们不就是他们北阿美，可我们其他亚群呢是用 CV 的这个 CA 的理论，就是说戴尼这个字呢，戴尼这个字因为前面这是个 T 开头的戴尼，重复一个 T 然后加一个 A 叫做达戴尼干嘛阿诺吉拉啊，就变成达戴尼干嘛阿诺吉拉。你们明天会过来吗？啊，这个有两种阿美族的习惯啊。我们再看一个，米罗方干木安诺霍尼嗨，阿米罗方干木安诺霍尼嗨，你们待会儿要开会吗？可以等于马米罗方干木安诺霍尼嗨，所以啊这个字啊也有表未来的意思在里面哈。好，这个呢，第四个用法哈。好。后面呢，你们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了哈。好，后面注意事项，前缀的啊可以置于名词标记、人名标记、疑问词跟方位标记的前面，表示成为、会是谁、要在之意啊。后面的语词这个声音拉长。表示也会是，还会是谁的意思？我们这样看一下啊，你看啊这个字加上 o 名词，因为名词前面都有 o 嘛，啊 o 这个字，
所以变阿乌当作作为成为的意思。你看了，mahma kaku阿乌邦扎，我很荣幸成为当作阿妹成为，或者我很荣幸成为阿妹者。mahma kaku乌邦扎不懂，阿乌邦扎就是我很身为阿妹族，我感到非常荣幸。mahma kaku阿乌邦扎这个字好，这个成为这个字，我们再看阿娃娃一说。娃娃一说过了，米的不但诺发发黑一说娃娃都一说，要当做你的孩子了娃娃都一说过了，你的不但诺发发一说，你太太领养的孩子呢就要当做你的孩子咯，这样子娃娃都一说，你娃娃我刚刚我妈妈都阿哥我姨妈都阿哥，这样将要成为。要当做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字有拉长音的话呢，就有那个也会是那个乌风过萨嘎拉好乌风过萨嘎拉菲伊的好，你看乌风过萨嘎拉好，我们中午吃地瓜乌风过萨嘎拉菲好，晚上也要吃地瓜吗？那个这个字也会是吗？将也一定也会是地瓜吧，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的用法就是第二种最后一个这个有很多种我想跟这个其实差不多了。我念一个句子A 前面 A 后面加 G 的话呢，也是一样G 也会是你看 Chikolasco Saharakatai Amafkat Golas 跑最快。Chikolas 过巴嘎拉爱多后fin的多目，获得头目的什么也会是 Golas 这个有时候加后面加标记，通常都会拉长，就会说也会是好像有几个好，这个你们后面呢你自己看我跳过当后缀的一个是当前缀，现在当后缀呢。这个后面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讲一下这个字呢，在否定祈使句中四类动词是妈、咪、妈加 n 还有特殊动词叫做四类动词，还有静态词静态就是仿扎、阿拉拉、达嘎拉、那等等这种静态词，你们看一下书本里面都有附加的时候是避免的意思记得是避免你看一下，咪动词后面加妈动词后面加或者是特殊动词后面加表示避免。你看例子就知道了这书就是这样看，咪动词先看一下，请看第一句，阿嘎巴萨达跟古拉瓦做米嘎拉达多鲁马嘎代，那个米嘎拉是咬，加一个我注意故意用一个 hyphen 加一个，就是让你知道说后面有阿嘎巴萨达跟古拉瓦做，免得会咬人，什么？米嘎拉达多鲁马嘎代，免得会咬走路的人这是后面有的用法妈也是一样啦，你看啦，阿嘎巴嘎能多巴古娃娃马拉桑不要给孩子喝酒，免得会酒醉了阿嘎巴嘎能多巴古娃娃马拉桑那个后面加有避免的意思在里面被动也是一样，阿嘎盖达拉伊拉兰马斯多拉努巴里森，免得被车子撞了，那个有免得的意思还有特殊动词也是一样，阿嘎阿拉文过比昂努拉娃娃多忙一张，不要抢那个孩子的那个糖果，免得哭了，多忙一张，这个只是免得他就哭了等等所以他的时候通常都是有咪妈这个主动被动还有特殊动词还有但是呢，如果它不是咪妈的话呢，它就两种都可以。你看状态词可以加状态词可以加什么叫状态词呢？就是动词还没有变成动词之前呢没有加一个状态词，没有加咪没有加妈之前呢，它都叫做状态词我们请看阿嘎
aga ka daira ilalan stolano paliling。刚才呢，我们 mastola 是可以，但是呢，这个还可以加 ao。你看啊 ，aga ka daira ilalan stolano paliling， 啊跟 ao 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呢，有 me 有 ma 或是叫 n 的时候呢，只能用啊。如果是用静态词的话呢，后面啊跟 ao 都可以。你看啊，我再念一遍 ，aga ka daira ilalan stolano paliling， 或者是 aga ka daira ilalan stolano paliling， 这两个都通啊，后面都一样啊。后面有很多例子让你们练习啊。好，这里呢我就跳过了啊。这里面你们有空的时候呢，你稍微细细看一下，因为这里讲下去就讲不完了啊。好，妈的动词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好，妈的用法有这么多种，所以这里面是蛮细的。所以这个语助词大家都不是很注意看到，原来有那么多不同的用法啊。我们再看第二个的用法啊，你需要看书就是这样看啊。是叫做方位标记，加上名词可以表示地方，表地方的副词是表示时间副词。比如说加上名词，它就有地方跟时间的意思。请看Ilissinan 有两个含义。你看啊，表示丰年期的日子啊，丰年祭的日是不是一个时间？Ilissinan 也可以丰年祭，举行丰年祭的地方也是又是一个地点。同样的。Ilissinan 它就有在丰年祭的日子时间，在举行丰年祭的地方是地方副词。如果在后面接时间或地点，那就会更明确了啊。你看 Ilissinan 加上 aromias， 它就原来就是讲时间。Ilissinan daroan 我们举行丰年祭的一个会所，所以加了时间地点的话，就更加明确啊。所以呢，分别就分成举行丰年祭的日子，是举办丰年祭的聚会所等等啊。所以呢，方位标记在可以有方位标记加上名表示地方的名地方方位名词或是地名就会变地方副词啊。这个就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比如说Mauma Chimama Ako I Lotoka 后面是表示地名嘛所以呢它是表示这个地名是 Ilotok 就变成地方副词了啊。好，你看第二个 Mapawan Ako Ko Sasisit Ipitsulatan， 我在学校，我忘了橡皮在学校里面啊。Ipitsulatan 就是变成加上地点啊，这个也很清楚，它是一个地名嘛。我们再看第二个，我看看这个是。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它可以当受格标记。如果当受格标记，我们已经都知道是to 这个 do 呢，都叫受格标记。不止这样，如果后面是人称代名词，是人名或是特定的名词的时候，我们就是它的受格啊，受格标记。比如说加人称代名词。Itaguanan, Itisuanan, Itamuanan 等那个就是受格标记。比如说 Maulah Cimarang Itisuanan， 那个就是就是受格标记。如果后面不是人称代名词的话，如果马浪喜欢小孩呢怎么办？ Maulah Cimarang tu wawa 就变成这样。所以后面加的是人称代名词的时候，那个受格标记是如果后面加一般的名词的时候，前面受格标记是 do Maulah Cimarang tu wawa 等等这样子啊。所以人称代名词后面呢，这个就是受格标记。第二个也是一样哈，人名也是一样Cipanayan Cikualasan
猫啦吉马让一吉巴那样，因为是人名嘛，刚刚有讲过，加人称代名词一就是受格标记，名词的前面是一是一个受格标记，还有特定的名词啊。好，我们在第3个啊，特定名词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跟自己部落的那特定的人叫做特定名词。比如说，特定的名词通常是指自己的家属的成员，或是自己部落特定的职务的人哈。请看一个，米利说kami i ci inaan i biba i singan，我们到医院去探访妈妈。ina 是自己的妈妈，所以 i ci inaan。不能用杜伊娜，杜伊娜就表示不是你的父母啊。你说kami杜伊娜，谁的妈妈没有人知道啊。我们去拜访夫人，那就不是自己的家人。你说kami一起拿安，一起妈妈安，一起嘎嘎安都可以啊。一起多摩干都是自己部落的人啊。好，这是呢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用法啊。好，第3个。那个一呢是连接词用的啊，有什么什么一后面可以加地方名词或者是一般的名词都可以，方位名词跟地名。你看啊，有伊罗多和古罗马尼亚，有伊罗多和有什么什么加名词，有伊罗多一定是地方加方位名词加地名后的时候呢，它可以是时间副词，还在什么的时候，你看啊。伊罗多后，它不是地名哦，还在山上的时候的意思啊。有伊罗多后古罗马尼亚，我们的家还在山上的时候呢，包括又是我的家很穷啊，还在什么地方的时候，那个是不是你加了地点，但是它是时间哦，你看看，不要误会哈，有什么什么一啊，有什么一加名词或是地名。看起来是地名，但是呢，它是个时间副词啊。我找一个比较特别的好，我看第4个哈，伊法达岸是个地名，对不对？伊法达岸是个地名哦。好，我先用红色的哈，伊法达岸。可是呢，有伊法达岸后，古罗马努尼亚吉拉莫卡国，我家还在马太安部落的时候就结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以什么什么后。这个字啊，通常都是表时间，你不要以为伊法达岸这个字，有伊法达岸后还在马太安的时候啊，你看还在马太安的时候，这个是时间呢，你还在那个时候啊，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个特殊的用法啊。好，所以这里呢有这样的一个特殊性啊，它不是地方副词啊。好。现在11点49分，好，我们再看乌，我们快速一点哈。第3个是乌的用法，乌是个名词标记或是数个标记，它的后面一定是接名词。在口语化表达的时候呢，乌常常被我们省略啊。请看一下这个正读法跟口语化哈。娃娃阿哥姑尼，娃娃阿哥姑尼尼，这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的乌都不见了。娃娃阿姑姑尼呢，就这样，更快的娃娃阿姑姑尼更快，所以娃娃阿姑姑尼是口语化。再看乌鲁玛尼马兰古拉，乌鲁玛尼马兰古拉，乌要有，鲁玛尼马兰古拉，这个是口语的啊。所以记得我们名词的前面呢，一定要有名词标记。或者是叫数个标记。什么叫数个标记呢？它是在句子的前面呢，像这个句，它是一个句子，它就数个标记啊。如果它不一定是在前面，如果是在毛拉卡古多滴滴、五福丁、五嘎啷那个呢，名词后面就要乌啊。好，名词当数词谓语的时候，必须要乌放在句的前面。你看，乌马安给你安。乌这个字，我们通常忙给你安都是口语的啊。你回答都说乌沙西西啊，你看回答起码果然乌伊当那么过，你看在这句子前面一定要有乌这个字，我们这个乌叫做这个数格标记，也叫做人名标记啊的名词标记啊。在句子的最前端的时候，那个叫做数格标记，可以当谓语啊。
可以当谓语啊，因为句子呢，名词可以当谓语。好，其他的我们就跳过了哈。好，第三个当同位语，刚刚有讲过啊。同位语的时候是名词后面名词标记加上名词，也就是说前后都是 o 的前面后面都是名词的时候都是它就变成相同的意义啊。你看啊，当同位语的时候表示前面语词的位格相同，它的位格呢，就说你看啊 ，kamu ku idini ai amaro， 你们坐在这里。我可以把 kamu 拿掉，我心系过一定的 amaro， 所以呢，你们当老师的坐在这里边 ，kamu 是什么人？我心系啊，我们可以把一个地方省掉 ，kamu 省掉，或者我心系省 ，kamu 过一定的 amaro， 你们坐在这里啊，我心系过一定的 amaro， 老师坐在这里，你们当老师的坐在这里，那就变成你们又是老师，所以后面呢 ，kamu 就是我心系，我们这个叫做同一个位格，你们就是老师，老师就是你们，这个叫同位语啊。同位呢，前面、后面如果是用名词的时候，一定是要加 o 哈。OK，kamu o心系过一定的 amaro 啊，后面都一样，很多的例子，你再慢慢看啊。好，最后一个，是不是最后一个列举啊？好，剩下这个。在一个句子中列举许多名词的时候呢，名词也一定要有一个名词标记 o。好，这不晓得各位老师，你先看一下，在一个句子中列举许多的名词啊，我讲3次，但是很重要。名词呢，前面一定要有 o， 要有名词标记。你看啊 ，Adihai ko ni patala ani ina to sagala fe ira ko futing ulateng atau tete no ayam， 这个的 o 都要有。好，再看下一句 ，Ukaulahan aku sikaan ulonget usukoi usamai uzkeu atau fukah 等等。所以呢，这个名词呢，它不一定是在句子的开头，所以前面的 o 这个字叫数格标记，后面就叫做名词标记啊，这样理解吗？好 ，o 就是等于 uya 跟 ura 跟 una 都是同样。第一个 o 是不特定的 ，uya ura una 这个是特定的啊，就是这样啊。我举个例子，看下面一个都一样哈。Uwawa ni marang kuni， 这是马朗的孩子啊，就知道。好，特定呢 ，uya wawa ni marang kiraan， 那个是马朗的那个孩子，特定啊。所以呢 ，o 啊，比如说。我信息过带你爱你，今天是老师来，不是朋友来哈。我信息不指定那一个老师。如果说我要信息过带你爱你，然后呢就是那个就指定的那个是昨天或是你我都知道的那个老师今天会过来。我信息过带你爱是哪一个老师我不知道。ura 信息过带你爱。那你就变指定了啊，所以呢 ，o 跟 ura 一样，都是同一个这个标记，都是名词标记，一个不特定，后面其他都是特定的啊。最后一个，要怎么休息一下啊？看一下，好，鸡的用法哈，但是鸡的比较简单了哈，再看一下，鸡。我讲一个就好了哈。记的用法，记是单数型的人名标记啊，人名标记是记啊。句法中的人名之前必须要有人名标记。句法特别注意到这3个字啊，句法中这个很重要。什么叫句法中？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里面的记，我们就要有这个字。那如果不是在句法中呢，不是句子呢，我们你看啊，句法中的人名之前必须要有人名标记，但是呼叫对方的时候就不需要加人名标记。Gulas， Mayo， 你这样叫人的时候就不需要。但是下面的句子呢 ，Gulas， 你看，打拉抓给手，
你看这个就不要吉古拉斯。好，句法中这个是个称呼吗？句法中人民有三这个应该三种啊，这个地方是3种功能啊。这个有句法中人民有3种，可以当谓语，可以当主语，可以当宾语啊。那我们这个是 enter 一下，好，请看啊。你看 Jikolas 这个人民，一定要这个句子就要 Jikolas ko ngangan nomako， 这是句子了，它不是称呼了，是一般的句子，就一定要 Jikolas ko ngangan nomako。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当谓语啊 ，Jikolas 人民当谓语啊 ，ngangan 就是主语啊。第二个呢 ，Talalodok Jikolas ajimarang，Jikolas ajimarang 就是主语啊，这个是变主词，它现在位在这里。好，我再找一个宾语。Milizai Jikolasan Kura Rumah Katai Ilalan， 在路上走路的人在向古拉斯打招呼。这个是 Milizai Kura Ku 后面的 Kura Rumah Katai Ilalan 是主语啊。Milizai Jikolasan 这个时候是当宾语，所以呢，人民标记交上去之后，它有时候会当谓语，有时候当主语，有时候当宾语啊。好，这个后面呢，这个是称呼，所以没有加机。马上称呼的时候没有加机啊，就这个。好，我就这个也是一样的啊。特定的名词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属、长辈、自己部落的或者国家指定的特定的人，我们都叫做特定的名词。米达登基伊呢，以巴拉登岸是自己的妈妈哈，妈妈在菜园里面采菜啊，所以基伊呢啊哥哥。吉嘎嘎过米萨卡拉纳伊拉法，早上是姐姐在煮早餐。吉嘎嘎可以当什么谓语？但是呢，特定的名词一定要有加基啊这个字啊。所以那个是基都是单数的，扎是复数的哦。所以我想说跳过啊，我跳过扎呢，很简单，我就不再讲例子啊。扎是复数型的人名标记，它的功能跟基一样啊，句法中可以当谓语、主语跟宾语。OK， 这个就跳过了啊。好，最后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啊，最后一个呢，我们休息一下，还有2分钟。故是句法中的主格标记啊，一般的名词或是名词相等于，就是说等于名词的东西了啊，名词相就一般的名词或是只要是可以当名词用的那个词啊，当句子的主词的时候，记得啊，一般的名词或者是其他的可以当名词用的那个语词啊，当句子的主词的时候，前面一定要有主格标记啊。再讲一遍，一般特别注意到这个字，要特别先给你加一个红色的啊。一般名词啊，特别注意到，或者是呢名词相等于，我们就特别记一个一般名词当句子的主词的时候，这一句很重要啊。前面必须要有主格标记，故啊，就是这个故啊，主格标就是故，就是句法的主格标记啊。所以呢，一般的名词前面都要有故啊，故是不特定的，其他是guna、gina、guna、gura、guya、gia 都是属于特定的主格标记啊，只要有 k 开头的啊 ，k、gina 的 k、guna 的 gu。gura 的 gu 啊 k 啊 guya k gia 等等都是跟 gu 是一样的意思啊。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Maulah gu ina du wawa， 妈妈爱孩子，这个 gu 就是不特定的 ina， 是全世界的母亲都爱孩子。但是呢，我把它改成特定的 Maulah gura ina dura。杜拉娃娃，这个过来就是特定的那一个妈妈而已，而不是全世界泛称的天下的子母亲啊。母亲爱孩子没有指定，所以用过。如果呢，我啦古拉伊那杜拉娃娃就那位母亲喜欢那个孩子，他就是特定的对象啊，这样子。所以呢，过的用法呢，我们比较少，但是他用的非常多，很多的那个老师们呢，分不清楚 do 跟 gu 有什么样的差别啊？你看我举个例子
maulah kamu kuraliu namaku hao，他会ku这个字不是这样，maulah kamu 就是主词，maulah kamu tu raliu namaku 这个主词啊，所以呢 tu 是受格标记， ku 是当主词，什么时候用？只要它是一个一般的名词当主词的时候，它一定前面有一个 ku 啊，注意到这一点。你看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休息一下。好，我讲这个，好，我们再看第6句，你看 mi orang kurang kapah tuya faketai akasui， 那主词呢一定是 kapah 嘛，所以它要有 ku 在前面。为什么不能用 ku 呢？为什么 kurang 呢？ kurang 就指定的那个年轻人扛了那个很重的木材，所以 ku 啊。如果像第7个呢，sariwa siu saku rumah katai， 走路等到走路的人来来往往，伊拉兰诺台巴在台北的街头啊，sariwa siu 就是来来往往， rumah katai atam lau 伊拉兰诺台巴在台北的街头呢，这个人潮车水马龙的意思。这个呢不特定就用 ku， 特定用 kura 是一样。所以呢，因为 rumah katai 是叫做 rumah kat 就是动词加爱就变成走路的人，我们叫做不定代名词，就是不定代名词，它也是一个名词相等语，就是等于名词啊。kapah 也是一般的名词，所以呢通常都用 ku 当它的主格标记啊， ku 或是 kura 都是主格标记啊。好，我们现在已经8点2分了，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do 的用法呢，你们待会儿下一节课的时候，我再专讲这个 do 的用法，因为这个 do 是包山包海的阿美族的那个功能词啊，所以大家今天也算是给你们让大家这个了解一下阿美族的 do 到底有几个人懂 do 呢？我看了很多人家写的语法，所以有很多种，它可以那样，还有第2种用法是怎样，第3种也是怎样。那如果你知道这样子看书的话，你就可以自学然后自己看语法书来增强你的功力啊。那当然我常常跟很多的老师说，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要学语法吗？不一定。我们过去没有文字的时候，头目还不是照说，语言照传，用口语的方式呢传承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以前我们是在部落在家庭学族语，对不对？可是现在呢50岁以下的夫妻在家里没有人在讲族语了，在部落丰年祭的时候也讲国语了。教会现在呢也大部分在都会的教会里面呢，原住民的教会呢也快要变成国语礼拜堂了啦。所以呢现在我们的氛围是我们以前所谓的家庭是学习语言的摇篮，现在已经不是了，家庭已经被解构了。现在呢我们只好回到学校去学族语，我们的小孩子都在学校学族语，回到家才跟父母亲稍微跟他谈一下那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所以只要我们是教族语的老师呢，就一定要学会这个语法的东西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我们教小朋友在学校教这个语言的时候呢，你会牵涉到翻译啦、写作啦，甚至于文学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语法的背景，小朋友或是我们的学生到底这个句法对还是不对，就没有人知道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族语的老师，我们就要有语言学的基本学理跟素养，那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把它装备起来，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书写，甚至于翻译，甚至到文学
到底对还是不对，我们一看就懂了啊。所以呢，所以很多人问老师一定要学语法吗？如果你不教书，就不要学语法，干嘛要学语法呢？但是你要教书，你就要懂得语法，所以语法一定是担任教职的老师必须要有的基本素养。所以将来你们如果要当老师的话，这个语法就变得很重要。好，这个是额外话啊。那我现在呢，继续呢来上我们今天我刚刚说的那个是，这个包山包海的这个语法，这个 do 的用法啊。奇怪哪里去了？请稍待一下。我的 PPT 是大的还是小的哈？我看一下。没有动啊，跟刚才的一样。啊，稍待一下哈，奇怪怎么会？我看一下我的 PPT 是吗？没有动哈。奇怪，我关掉，我重新再播好吗？稍待一下哈。停止分享，然后呢？难怪它不见了。好，这样会动了哈。等一下。好，各位老师，这样有看到吗？看见了吗？有，有哈。有好，我再放大一点点。好，今天这一堂课呢是最麻烦的 to 的用法哈，都有好几个用法。那今天呢，它是比较曲折复杂的东西，但是呢，我希望透过我的这个解说呢，你们就会对 to 这个用法呢，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观念啊。好，我们常常看到 do 这个字，我刚刚有说过呢，很多的那个语法的研究啊，看到不管是外国人还是台湾的语言学家，他们学的时候，他们是因为听别人说这个句子怎么说，然后呢把它写上去，他就分析。但是呢，他所给你的资料是很有限的时候呢，他当然给你就很少的那个资料给你啊。所以他们后来分析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我看了很多的文献呢，do 它就是动词后面的 do 就是已经表示过去或是完成。Maharap do kaku amaranam romakat 这个说malah 这个misurit tukuawa kutu 的 do 都是在动词，所以他们只研究动词，所以呢，他所知道的资料大概就是表示过去或是完成。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觉得是受格标记，他是学到2种。当然这2种是很重要的，没错。可是呢，我们的阿美语的都是只有这样吗？你先看一看，我就念给你听哈。那我这一本书是经过我稍微做一些整理，那就先看我整理的这一部分好了。但是你的书本里面是大同小异了，只是有一些语词的那个用字遣字呢，我稍微做一些修饰啊，稍微比较念起来会比较顺一点。请看第一个，它可以当受格标记，句子的谓语是及物动词，就要有宾语，宾语就是受词，受词之前一定要有个受格标记 do， 也就是换句话说，受格标记后面接一般的名词或是名词相等语当动词的受词啊。受格标记又分为非特定跟特定2种。do 是不特定的主格标，这个do 是这边写错了啊，是一个受格，不是主格标记，是受格标记。dina、duna、dura、duya、dina 是特定的受格标记。好，我们看一下，先讲不特定的，看看哈。Maulah kaku to sirau， 我有没有讲哪一块sirau吗？没有特定，说我喜欢咸猪肉，这样就好了。应该是腌制猪肉才对，sirau应该是腌制，不是咸猪肉啊。
但是也是显的啦。但我想说这个部分，当然我再改。像这些都是我在还好今天上了以后呢，我就会类似这样的字，应该是不够精准啊。然后我到时候会把它改过来，应该是腌制猪肉啊。再看看古马安都西绕嘎过也可以啊。那个都就是当做吃的受格啊，那个标记啊，或者古马安都西绕这个都。我们再看一个啊。米高马吉拉多罗多，它会开垦山地，所以它开垦一个山坡地，都后面一定要受格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受格标记，后面一定是名词啊，这是第一个啊。好，都的用法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特定的受格标记，像迪纳、多纳、多拉、多亚、迪亚等等哈。你先看下面的非特定哈，米昂昂嘎古都当道，我在呼叫人，米昂昂嘎古都当道，当道是一般的名词，所以前面要有都。如果要叫一个特定的人呢，米昂昂嘎古都拉当道，我在呼叫那个人，他就变成有特定的简称哈，那个都拉啊，迪那当道是比较近，都拉当道是那个比较远的，所以呢。泛称的是都，特定的是用都拉啊，一个都拉、都亚、都那都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呢，我就暂时把它这个就，但是呢，都亚这个字跟都拉稍微讲一下这个好了。缅安个国都亚当到，都拉跟都亚是不太一样的啊，都拉也是特定的，但是还看得见的。但是看不见的呢，已经不在现场。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他问我说：“哎，你刚才什么那么大声呢？”我说：“我刚刚啊，我在街上的时候叫那个人了。那个人是谁？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所以他已经不在现场。对呀，当捞这样。哦，我是在呼叫那个人呐。哦，可是你也知道啊，我也知道的。”这个特定的人，我们叫做都亚啊。好，所以呢，都只要后面是 to 的哈，都拉就 t 开头的，都亚、都那、迪那等等都是 t 开头，都是受格标记啊。好，第二个用法就是刚刚所说的是当动词的时式啊，就时态了啊。do 当动词实事的时候，是接在动词或是谓语后面，表示动作已经过去或是完成。这个大家都很熟的哈。古马安多多阿德嘎盖古拉娃娃，那个孩子开始吃硬的食物了。西闹多古罗米亚，天气已经冷了。马夫爹多吉妈妈，爸爸已经睡觉了。这个 do 这个马夫爹是个动词嘛，西闹也是谓语啊，后面可以加 do 啊。好。再看第五个好了呢，达鲁马多那尼比苏达兰吉马让，马让从学校已经回来了，那个都是了，表示过去了啊。到这里为止呢，第二种啊，再看第三种啊，开始呢，你看看也算一算有几种用法，你就知道了。它是有也的意思啊，表示也，请看在句法中，记得是在句子啊，表达也是，或是呢亦复如此的时候呢。将强调的语词后面加 do， 并且该语词最后的音节的母音必须要拉长音，这个记得啊。你看啊，麻烦呢阿米苏雷东安安诺第二句马要好，马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吗？麻烦呢 do 那个 do 呢不是过去哦。麻烦呢阿米苏雷东安安诺第二句马要好。麻烦呢多，那个多前面的字要拉长，也会啊，这个多就是别，它就是也的意思。再看下一个啊，带你去马上安妮你嗨，马上今天会来吗？也会来嗨，带你多拉长音，那个多，它不是过去哦，也你看还没有来啊，今天会来吗？会来吗？来了没有？还没有完成呢。还等你都也会来呀，但是完成吗？不是吧？
是还没有完成，那只是一个也的意思啊。好，我们你记得后面呢，有空呢，后面很多例子自己看啊。第4个用法呢，当例行性的时间的介词。什么叫例行性的？请看后面的解说哈。时间副词分为现在、过去跟未来。像 imadini 现在， inachira 昨天， anuchira 是明天。但是 do 加上时间的语词呢，通常是表示那个例行，这个表示例行性的时间。比如说 Doromiat 是白天的时间， Doromiamia 是每天， Dosafak 早晨， Dosafak 每天早晨， Dosataya 是晚间啊，或者是呢 Dosataya 每天晚上。好，一直到 Dokalahokan 午间， Dobilibayan 是礼拜天， Do礼拜每周， Do Fula 是每个月啊， Do Mihzahzaan 是每年等等。所以那个 do 这个字呢， Matayar kami do rumiat 我们白天工作，有的是 Matayar kami do sasaya 我们是用晚上工作，是每天晚上的意思啊。好，这个呢 Matayar kami do rumiat 是我们每天工作啊。再看第3个 Milihai kakuto pilipalibayan 每个礼拜天我都要去做礼拜。好，这是圣经的一句话哈。Marari kako ami asyip tu fang zare chula doromia tu lalaya。我日日夜夜的研读圣经，所以那个 do 就表示例行性的，每天都做的事情。这个呢，每天做的事情啊。好。这个呢，表示 do 有一个例行性的时间，我特别讲这个啊。那个 imadini、inachira、anuchira 都没有 do 啊，但是有 do 加上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好，这是第4个用法。我们再看第5个是当介系词、当介词 ，do 加名词呢，后面呢，我们这个叫做介词，词组就是一个词组就是片语。当后置修饰，就是放在名词的后面来修饰前面的名词。请看 do 加名词哈，再讲一遍 do 加名词就是介词词组，我们用英文叫介词的变语，当做后置修饰来修饰前面的名词。请看说明，修饰语是指是指形容词或是副词。究竟这个介词词组介词片语我们号称介词片语，是当形容词还是副词呢？到底因为修饰语它可以修饰哪一个东西？到底是因为修饰语有形容词跟副词2种，到底是它当形容词还是当副词？你要怎么看呢？它取决于所修饰的语词。形容词修饰的是名词，副词修饰的是动词或是谓语请先看第1个形容词，当形容词就是修饰名词，表示什么什么的。请看malasing si kuwawa ni ira tu fafahian 好，这个嘎嘎tu fafahian 就是姐姐了我们这个先不要看尼伊拉，他的姐姐就是嘎嘎尼伊拉杜法，因为这2个尼伊拉也是前置修饰，杜法法安是女性的姐姐。那我们通常2个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属格先放前面2个都是修饰嘎嘎尼伊拉，或是嘎嘎杜法法安，2个修饰同样都是后置修饰的时候，属格要放在前面所以呢，他的姐姐当老师，马拉信息过嘎嘎尼伊拉都发黑暗好，这里有一点说明，嘎嘎是名词，当主词是过是主格标记，尼伊拉是属格修饰主词，都加名词也是介词片语，当着后置修饰也是修饰主词嘎嘎属格跟介词在一起的时候呢，属格要在前面，词组在后面
我们再看第二个啊，比较简单的，不要用句子啊。娃娃都发发黑安，娃娃都发发黑，这都发发黑就是等于发发黑安啊娃娃，它就可以放在前面的时候呢，就要加啊。你看啊，娃娃都发发黑安等于发发黑安啊娃娃啊，所以这个就是后置修饰变成前置修饰啊，发发黑安啊就变成前置修饰啊。娃娃都马嘎巴嗨帅好孩子，马嘎巴嗨这好孩子还是帅的孩子啊？好孩子，娃娃都马嘎巴嗨是马嘎巴嗨啊娃娃就变成这样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加一个 u 会比较好啊。前面我觉得加 u 呢，因为后面是个名词，所以呢啊，u 发音啊娃娃，或是呢这样的话是一致了啊。这样的话呢，就我马嘎巴嗨啊娃娃好孩子啊等等，所以呢后这个都马嘎巴嗨就是好的孩子，娃娃都马嘎巴嗨啊。再看下子，再看下面一个，我福对都发罗嗨等于什么？我发罗嗨啊福对，你看后置修饰，所以都加上名词可以修饰前面的名词，所以它叫做后置修饰。我们可以改成我发罗嗨阿福对新的衣服是一样的啊，是可以。所以呢，都加上名词也可以当修饰，在这个就修饰前面的名词，所以它叫做后置修饰形容词啊。你们其他也有那么多例子，你们自己看了啊，它很多我举了好多啊。好，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小提示啊，就是说提示啊，名词加A 加名词就是呢同位语嘛 ，kabut 啊信息，同事又是老师啊。形容词加名词，那就是等于连续助词，放在啊以上啊就是好朋友。但是呢，后面呢名词跟名词之间呢，我们就是啊这个你看这两个，我单单放在啊信息啊以上啊国际马上。前面这个 A 是连续助词，那后面的这个 A 呢是信息按一样是相同，我们叫做同位语助词，所以它是这样子组合起来的啊。好，刚刚讲过是助词以助词这个字呢，当修饰名词的时候呢，第一个可以当的意思呢，还有呢，第二个呢，介词好，当形容词，第二个呢，当形容词修饰其前面划线的名词，表示原因、方法、目标跟结果，请看啊，也是介词加名词啊，你看一下啊，乌拉兰多，你看萨嘎法纳阿马达亚就是懂得工作啊，就是说懂得做事的方法啊，拉兰多萨卡法纳马达亚，它是一个介词，因为这里呢，萨卡法纳马达亚就是可以知道怎么样的工作啊，怎么样如何工作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乌拉兰多萨卡法纳马达亚过拉多罗诺马多阿塞，老人家的叮咛是让人懂得做事的方法，所以呢。它是一个形容词修饰拉烂啊，我拉烂多萨卡法纳阿马达亚是修饰拉烂啊，红那个紫色的字啊是个介词加后面有名词，形容这个它是一个词组了啊，一个片语啊。我们再看一个啊，高了no信息，老师的奖品，这个奖品干嘛呢？都萨卡拉洛诺米苏达塞，就是使得读书的孩子呢会认真的这个奖励啊，这是老师给予读书认真的奖品啊，它是一个修饰语，修饰搞了啊。好，再看一个就好了，这是表目的，就是为了鼓励认真的学生的一个奖品。再看乌扎夫诺马米绍
Uzaaf nu sau kitai to spos nurazmak kunini， 这个也是一个介词的片语。修是哪一个字呢？当然是 zaaf。你先不要看，数个先不要看了。Uzaaf to 是都啊 ，Uzaaf to spos nurazmak 就是这是审判官哈，审判官说你小给他对那件事情判断的，那事件结果的回应啊，审判官对那事件结果的回应就是我是 after sports norazmak 那件事情的一个回应啊。好，这里面它那个 do 的用法，有时候它是目的，有时候表示结果找一个比较大家熟悉的，你会去慢慢，这里面是稍微比较找一个大家比较好。我们再来第8题好了。Orasil do sabahmak duama ikakaran， 这是一个介词片语。sabahmak 就是赞美父神天上，赞美天上父神的歌。Orasil do sabahmak duama ikakaran Orasil noniam， 我们的歌是用来赞美天上父神的诗歌这个呢，紫色的就是一个形容词来修饰后面的 radio， 所以呢，它是表示目的，是为了我们的歌是为了要赞美上帝的而唱的诗歌所以它是一个目的所以呢，这个算是越来越难，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情况呢，那是一个比较到片语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要多花一些心思去了解的句法好，这个就是也是片语当形容词来用好，这里有一个重点，稍微比较一下介系词的多跟受格标记的多怎么分辨呢？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去分辨？其实你怎么看Pasivana kosisi niam to fenak to sakavana malatamsao 你看这里面老师教我们智慧教我们道理，或是Pasivana kosisi niam to fenak 到这里这个 to 是一个受格标记，那个后面呢，它不是当做是Pasivana to fenak 这个智慧是什么？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那个后面呢，这个都 sakavana amalatamzao 是修饰前面的 fenak 所以它是一个介词片语。我们再看一样的sakavana pasivana kosisinyam都 sakavana amalatamzao 一样的 sakavana amalatamzao， 因为它已经没有名词在前面了。你看，老师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一样的东西有差别。Pasivana kosisinyam to fenak， 老师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知识这个知识干嘛？用来作为一个人的这个如何作为一个人本性的一种知识所以呢，这个 do 是介词片语修饰 fenak 这个 do 呢是当着Pasivana老师教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这个 do 跟这个 do， 你看看这个 do 前面没有被修饰的字，这个 do 前面有一个 fenak差别就在这边了。这样一看就知道了，你看看这两个一样的红色的字，你看看Paini kukalas nuniaro to sual， 就是部落的耆老训勉一些话，这个话干嘛呢？知道如何工作了，这样才作为我们人知道如何工作的一些
一些话语这个呢，因为前面有个名词，所以它修饰属二了。而这个没有，你看了，Mikdmer 他说一样是 Mikdmer 是巴西马拉古格拉苏尼亚拉多萨卡凡阿马代，它这两个一样的句子，一样的紫色的字，但是呢，前面的有名词，后面的这个没有，所以它就是直接当 Mikdmer 的受词，所以它叫受格标记都，这个是介系词这一点呢，可能比较难一点。那对老师呢，就要多看一下这样的例子我也举了蛮多这样的例子，你们去注意一下好，第四个呢，第三个是副词修饰。当副词用的时候呢，记得副词就是修饰谓语跟动词而已，我讲一个就好了你看呢，Mararom Gina， 妈妈，当然 Mararom 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后面呢，都后面整个变语你卡夫给阿古都算了帮扎，我不会讲注意，马夫给阿古都算了帮扎是一个句子，变成名词的时候呢，马夫给变成你卡夫给阿古都算了帮扎。对于对阿美语不同的这件事情，妈妈觉得难过。她难过，她不是后面的难过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后面不可能会有受词，因此后面的整个叫做修饰前面的副词就这样子好，这个你们自己稍微回去看一下好，后面我也举了很多例子我们再看第四个副词词组但表示工具，这个也很重要你先看一下，在处置句里面，被动句中介系词都呢加名词的都加名词的名词它这个名词是属于攻击性，这个名词你看介系词宾语都加名词的名词的这个里面的多加名词的名词是属于攻击性质的名词表示介词片语，表示用是以的意思我们举个例子罗真罗马哥，先不要看骨干碎木材被我绑起来，用什么绑呢？用马赛，用那个蔓藤来绑，就是说木材，我用蔓藤来去绑木材，木材被我用蔓藤来去绑，所以都这个字表示用的意思，我用木材我用那个蔓藤去绑木材这里后面有说明，你们自己回去看你看再看一个我再看一两个罗真罗马哥多马赛国家，所以这个刚讲过，你看法律文念都高贵大陆那个草呢，大陆就是那个木草呢，我们用这个镰刀来把它砍掉了所以这个是都，这个只是用的意思，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不是介系词，因为这是在被动语态里面，你看的法律文这个字主词它不会有受词，那个草被我们砍掉了，然后呢用什么？我用镰刀来砍不是用这个用什么开山刀去砍或者是又不是用什么刀片的都不可以，因为高告就是镰刀了有很多这样的词举个例子，第五个，迪瓦森诺娃娃瓜拉瓜，就是木瓜被孩子捅下来了用什么来捅呢？用竹子，所以那个木瓜被孩子用竹子捅下来了捅就是迪瓦斯木瓜所以呢，都这个字后面名词的时候是一个片语，但是它是当副词用，修饰什么呢？修饰米迪瓦斯这个字好，这里面很多例子，你们自己看好，副词也是可以呢当修饰，通常都在后面什么时候会有副词呢？它一定是不及物动词你看这里面介系词词组当副词，修饰前面的不及物动词米多伦举嘛，他爸爸祷告
为什么呢？表示为了什么而怎么样的意思？你看，米多伦吉玛多萨卡吉瓦，就是把奈呢，为了想要有孩子而祷告啊，把奈为了要想生育而祈求祷告。我们再看下一个，哪一个比较短一点？我看第3个哈，米多伦古福西牧师祷告，多萨基菲纳兰就是为了群众而祷告啊，所以这个呢都还有这个不是过去，也不是受格，因为有受格一定是个及物动词，在不及物动词的后面的都呢一定是片语啊，为了大众而祈求来祷告啊。好，这里面有蛮多这样的字你看这第8题更有意思啊。忙一次就是忙一集呢，不是真的哭，就是说很急迫，不是真的哭了哈。忙一次有人叫做祷告，当一次忙一次呢，忙一次干咪都拜所以就是为了钱，我们真的是很像要哭了，就是阿美族的特别的表达是忙一次干咪都拜所以就是为了钱呢，我们很迫切的需要，不是真的哭了哈。妈妈很迫切需要钱的意思，所以呢。为了钱妈妈呢就是好像要哭一样，意思就是说她很迫切需要钱，但是真的很需要钱，没有钱的意思啊。好，这里呢还有呢第6个是表示程度副词，一点点的意思。什么叫一点点呢？你看一下，阿里海多妈芒果比巴吉拉诺米说，你放的盐巴多了一点点，多妈芒这个多。也不是受格，阿里海也不是动词啊。阿里海过比巴吉拉那么说，你加了盐巴加很多，多妈妈就多了一点点，就叫多妈妈。你看一看呢，马西维多阿里的过比吉尔一说多那副对，你这件衣服剪裁的时候写了一点点多阿里的就多妈妈也可以了啊。比吉尔就是裁缝师他剪裁的时候对呀，迪纳夫这件衣服呢，你剪的呢，好像弯，我这个写了一点点，里的多妈妈这些呢都一点点有这样的意思啊，它是一个副词片语啊。我们再看这个副词词组表示愿意而不厌，比什么好，胜过什么？你看啊。我比拉溜过爱跑掉比较好，都这个字是比较比等于多当ingat ningran，听他骂宁可跑掉。那个都这个字是我比拉溜过爱多比等于多ingat ningran，要听他骂呢，听他的骂话，他听他骂宁可跑掉啊。我比拉溜过爱多比等于多ingat ningran。要听他念这个不如跑掉。再看这个字，我比萨古里公爱做苦工宁可做苦工都比古里牛是偷窃你做苦工比较好，比那个偷窃还要好，就是说做苦工比偷窃好啊。所以那个多这个字是一个，它也不是及物动词，所以它后面多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副词，那个介词偏义当副词，所以呢，这个它是有一个比较的意思啊。好，这个用法呢，这个用法有蛮多哈。我们常常用到这个字大的比小的好，怎么说？我大概讲爱都慢慢都明明爱，我大概讲爱都明明爱。大的比小的好我常常有这样的用法，所以呢，它又是有个比的意思还有另外语气助词这里面就差不多语气的助词里面呢有肯定的意思你看语气的那个do这个，我现在都在讲do当语气助词的，当语气助词不一定就是受格，也不是表示过去什么的它是语气助词。表示肯定催促跟委婉语语就是委婉的要，你看，还仿加了多这个字都什么意思？可以好
好啊，可以啊。哎，反正都啊，maranam to kita，maranam to 不是，他不是吃饱了呢。maranam to kita 就是催促，就是说，哎，我们要吃饭喽，这样。maranam to kita 吃了吗？还没有吃啊，我要你啊。哎，我们要吃饭了哈。maranam to kita 那个 to 不是未完成，也不是过去，我们还没有吃，所以它是什么？我们要吃饭喽啊。还有下面也有一个 galahok to kamu，galahok to 吃了吗？还没有，他是催促你赶快吃。galahok to kamu，galahok to 你去吃饭了啦，你怎么都不吃呢？讲。还有那个是 uli to kamu， 你们去了，赶快走了吧，你们该走了。那个该的意思，这个字有很多，这个 uli to kamu，uli to how 啊，等等啊，大家都干，我们要走了哈啊，大家都干没好啊，这里面呢都所以有委婉的意思，准备要离开了啊。他说，我们要离开了哈，再见了，这个意思，大家都干没好等等啊。好，只下一点点哈。还有再看呢，还有表示稍微要许可可以该或者留为叮咛的意思，你看呢？你看呢？火年多等等啊，火年多，哎，把福林国我都变，火年多，哎，现在可以还是等一下了，有没有？啊，稍微怎么样啊？也是好，打了暗号好，去等一下哈。你看打了暗号好，好，可以来了，嘎达尼多啊。我们该走了，达达多有没有？啊，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用法啊。所以呢，还有北阿美常用的这个南西啊，马拉万多好，就是要注意哦。在里面有注意，还有是关心你的用法，就是说要保重哦，啥呢？啊，马拉万多好，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一点哈，要这个谨慎处事哦。甚至还有些要都保重哦，什么？阿拉万多好，什么？马拉万多好也有这样，阿拉万多好，所以在路上走路也说阿拉万多好，阿拉维多好啊。路上小心都保重，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还有南多，你看他们都有这么多用法啊，你看一看啊。其他的我也不晓得这个字这个是我们也不晓得它是表示原因未来还是什么。你看 masamaan toko tirang ni ina aci mama 这样 masamaan toko tirang ni ina aci mama 爸爸不知道爸爸妈妈的身体状况如何，都这个什么好，这个呢我就用其他 masamaan toko tirang 啊，但不晓得妈妈的身体情况如何啊。ilisinan to kami taloma， 我们到丰年祭再回家，这个都不是已经啊，我们等到丰年祭才回家呢。所以这个用法呢，它又是一个ilisinan to， 还是我等到什么时候才？那个又表示有未来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等到丰年节再回家，这样好。这里呢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是差不多了哈。我们时间也是剩下2分钟，你看呢？你看呢？不要动它，还能动。阿卡安yên，你看第5个，要保持那样，不要去动它，还能动，有没有事？保持就那样就好，不要动它啊。阿刚安yên不要动它。好，还有呢，你看很多，哎，我给你1本面包吃，哎呀，不必客气了，很多，哎，不用了，很多就是有2个意思，就是别客气，就是你你那个，比如说马拉那美，很多，好了，你们自己吃啊，或者是孩子呢，叫他不要多去说，哎呀，不要管他了，很多，这个阿美族有很多不同意思，很多就是别管他，让他自己玩，或者说
东西给你都是好了好了，不必了不必了，很多也可以啊。还有呢，该你了，给说多，该你了，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用法呢。你看我这里还举了一些例子啊，所以呢，我即将到度就好了，后面的你那你们回去的书本再自己看。那我们好像这个字，像最后这个字我再讲这个就好。Kemudian kita cipanai talalotok我们带巴奈去山上了。你看后面的吉玛多过妈咪萨嘎拉霍伊罗玛吉玛多，这个是该由谁了？你看该由谁？如果带到山上去的话，那该谁在家煮饭呢？吉玛多过妈咪萨嘎拉霍伊罗玛，这个都。这个很难定了，它要定名称是有很头痛的问题啊！你要定得很精准，所以我把它都放成其他哈。我们有这些用法啊，所以这个其他的用法呢，就表示还有很多，但是还不晓得要用什么名词来定它的名称跟形式。但是呢，我们只要学会就好了。那最主要的，刚刚在前面已经都说了，除了受格标记。动词的时态，例行性的时间，还有表示，还有很多个表示形容词放在后置词当介系等等，它有很多的用法。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很多原住民阿美族的老师们都不知道说那个度到底有多少用法。你看看，如果按照刚刚我说的这些，我们的度呢？真的是可以包山包海的用法，有太多的东西，所以呢，有多少人真正可以把度的用法做详细的这个分析说明，大概很难。就好像我在学英文的时候呢，有没有人知道那个介系词有没有真正可以全部弄通的？很难但我们阿美族的度呢，要把它分类的，要说明的清楚，也很难。但是只有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字就是这么说。但是呢，要怎么样定它的名称、它的位格、它的用法、它的词性，我刚刚用到已经是很多个了，但是后面还有其他的用法，是我们常常看到里面都还没有办法找到它的适当的名称，所以我全部列入为其他这在这里。所以各位老师。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为止那因为我在这个语法的课程里面呢，可能有的老师我看了以后，这个名次里面的人员来的好像越来越不踊跃那我想说，我刚好也这一段时间有另外的任务所以我就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上到这里。我希望在座的老师们，如果你对语法有兴趣的话呢，这个还好，我那个书还在。刚刚我所秀给你们都是我在我书本里面所学过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有心在从事母语教学的这个老师们呢，希望你们都爬一爬书，我相信对你们将来的这个在教学的时候，不管写作、翻译，甚至写文学，对你们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今天没有做练习，我今天就是最主要是让你们知道说，书就是我刚好今天最难讲的这个部分呢，语助词的部分呢，可能后面有些老师没有看到我在前面是语助词是做什么用的在前面的 PPT 我有所以有空呢。回头去看一下这个这个录影前面的这个什么叫语助词、功能词跟这个虚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到这里打住这个希望在座的老师我们一起加油，希望将来在教学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互相切磋跟勉励最后，敬祝大家今天是教师节
教师节快乐啊！Hari ini asa ko pinanam na mita ani ni andanda hau. Ai papisu hore, papina to kita tini ai zalai ani ni ha. 好的，阿赖西西，朱老师，谢谢你啦。谢谢朱老师。刚才因为你开会可能有上一理监事会，所以半段都没听到。那个阿赖跟米段朱老师，你愿意参与在这个线上的教学哈？每次的有参与的就有收获哈。那对啊，你有空的时候，哎呀，好带你好，再继续教导我们这些，虽然有些很难学，真的是要靠自己再继续在家里哈。朱老师那本书要详细的读了，你才会越听越清楚。是吧？是个给大拿来给大要用力的去学习比阿赖跟米朱老师他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你看教材都事先都准备好了，才可以上线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朱老师，谢谢你啦！这几个月来的新老号。阿赖理事长，谢谢阿赖。吴老师，朱老师，好，今天我是叫号，代表汉那个善意协会，米阿赖及朱老师安好，朱老师，谢谢你好，还有那拉在罗米安，伊个说巴西班牙，tu nini tu善意协会，tu miraurai tu nini an。Saka kini hanaku ami kansia kiso， 谢谢你，谢谢你。阿赖，谢谢阿赖，进行头目这个Pak Kiso pamama ai ma halawai ko follow so nama ko manen si lemak ira ko taangkai lemak nama ko saka sai paka pilahci kako tonini rekas patangas sa itini tarikor manana saka nanay iri ko satu irai ko matine sa apo ira to kita kia sangka ko saka mana sa hali susang painin mako Kiso hanu谢谢好，谢谢。各位老师，我们努力哦。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好。